台語金曲獎的系列報道，今仔日帶觀眾朋友來聽音樂創作者周自強的創作。伊第二張台語專輯《人造人間》，今年金曲獎入圍最佳台語男歌手獎。這歌詞裡面呢，會用唐拖來比喻咱人寫出社會上無共款的戰績、生活和選擇，希望會當透過音樂來呈現無共款的人生故事。啥物定坎，啥物歌。三六九頂，先天注定，蜘蛛甲蛇，好心到遐，有蜜讀目舌的阮婿來食。用蜘蛛甲蛇這歌唐拖來比喻做各種無共款的人。音樂創作者周自強這首歌都號做人間，歌詞寫欠欠人分的狗兄阿兄，也是無論啥攏疼食落腹的上智老大。周自強講這首歌就是在寫社會的食物鏈，創作的來源都是身軀邊看到的各種人甲社會事。伊希望透過音樂寫出無共階級角色的生活甲無奈的選擇。貪嗔癡慢一人做，悲歡離合五人心，就是安尼。因為我要講的故事就是人實甲這片土地的故事。周自強的台語專輯《人造人間》用充滿台灣文化意象的香花袋啊，甲金紙來設計。伊講，這塊專輯主要用歌來做題材，到未來這首歌都是在講台灣的跋筊文化。不過，伊認為歌嘛是面對感情甲運命的一種選擇，伊嘛攏甲寫做歌。周自強講，伊自細漢就對老爸學語打聽台語歌、看布袋戲，這經驗甲回憶，深深影響着伊一路來的音樂創作，甚至到後來，伊嘛創真濟布袋戲音樂。因為我老爸就是愛唱台語的啊，正經嘛想要出唱片安尼。少年的時陣，當然伊唱的台語老歌內底嘛有足濟文言的詞啊，安尼，這個語言就是足水的。周自強表示，伊唔知影台語音樂未來還可會當行偌遠，不過會當結合家己的興趣，用台語去唱無共款的故事，讓世界聽到這個語言的水是伊上大的願望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佑台北報道。